现代第一版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，兄弟姊妹，关系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，甲咱受组织去遐的事，阮要求恁。若有听人讲阮伫有言讲道，也是伫彼年有讲起主的日教的时，恁的心毋通动摇，也是惊吓。人无论用甚物方法，恁拢毋通互因骗去，因为伫迄日到以前，一定先有背教的事，嘛有不法的人，就是注定灭亡的人会出现。这个敌对者提高家己，超过一切，称作神明，也是敬拜的对象，去坐伫上帝的殿，自称做上帝。这个代志，我要甲恁做伙的时，捌甲恁讲，恁减袂记得。恁若知现在是甚物在牵制迄个不法者，伊的时若到，伊会出现。因为迄个神秘的不法势力已经在运作，不过着等候到在牵制伊的势力散开迄时，才会发生。迄时不法者会出现，主耶稣会用对伊的喙吐出来的气，甲伊杀死，用伊来临的时显现的阳光，甲因消灭。不法者来临的时，会用撒旦逐款的权能、行假神业甲奇事，搁对灭亡的人行逐款邪恶的骗术，因为因拒绝去爱为互因得救的真理。为着安尼，上帝互因产生强烈的错觉，去相信虚假。地球一切毋信真理、意爱不义的人，拢受定罪。主所疼的兄弟姊妹，阮应该不时为着恁感谢上帝，因为伊对起头就拣选恁来得救，对圣神，互恁成做圣洁的子民，搁互恁确信真理。为着这个，上帝通过阮所传的福音，呼召恁来领受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所以，兄弟姊妹着徛在，着坚守阮所教示的传统，无论是用喙讲的，也是用笔写的，拢着坚守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本身，甲疼咱的父上帝对伊的恩典，使咱永远会安慰甲美好的愿望，来安慰恁的心，互恁有气力通做逐项好事，讲逐项好话。